國際大事件，國際大事件。第一，伊朗戰爭及中國出口管制。第二，昂山素季居家軟禁消息。第三，2026高雄同志運動會引爭議。第四，穿 Prada 的惡魔2種族歧視爭議。第五，分析新一場的金融危機或正在醞。第六，三星繼承權之爭內幕，被忽視的場。第七，為什麼 AI 公司想讓你害怕？我哋都係全球一體嘅一部分，發生喺其他地方嘅事唔會隻影響咗邊個？世界發生咗咩？同我有乜關係？跟住我哋講緊，記得 comment 同 like。share 俾你朋友 ，subscribe 訂閱頻道 ，follow 有乜料，小料二人每日為你篩選最新最貼地嘅資訊，下次見。